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还有我们诸位法师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印光大师他有告诉我们说，净土法门能够特别殊胜，特别超越一切法门呢，就是因为净土法门是仗佛力，其余所有法门皆仗自力，都是靠自力。自力怎么可以跟佛力并论呢？怎么可以同时来讨论呢？这个修净土法门最重要的一个观念，印光大师接着说，修持法门有两种不同。若是靠自力，是修戒定慧，以达到断惑正真，就是要断除烦恼，证到我们的本性，能够了生脱死者，一般我们叫做通途法门。若你具备有真信，真正的相信，而且你有很迫切要往生的那种愿望，持佛名号，以希望靠佛的持力往生西方者，这叫做特别法门。印光大师也说了，古今多有依照普通法门来讨论净土法门，由此呢，很容易自误人呐，误了自己也误了别人，而又自己说他是弘法利生者，不胜其多。这种对象呢是非常多的。但是就是因为最初错误的盲点呢，在于他没有观察到佛力跟智力大跟小、难跟容易，他没有好好的去观察，以靠着佛力的法门，硬是要引仗智力的法门来做评论，因此有这种差错、这种失误的地方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佛力不可思议，不能以我们寄服凡夫修持的力量，就是我们都被外在的欲望绑住的凡夫，没有办法相提并论了。所以一切疑惑不信的心，自然就化为乌有了。我们凡夫啊，都是被外在这些形形色色的东西呢诱拐了、迷惑了，我们都颠倒了，把假当作真的。所以如果靠你自己的力量很难解脱，我们必须要靠佛力。印光大师也说了，我们人如果想要了生死，实在是不必要学太多，只具备一项真信切愿，念佛求生西方就够了。就算你读尽了大藏经，所有大藏经你都浏览一遍，都阅读过、研究过，但也不过是为了要成就生死这件事情而已啊！单单为了生死。印光大师接着说了，往生呢，不在于你到底认识日还是不认识日，只有在有信愿跟没有信愿。有信愿呢，就决定往生；你没有信愿，决定不得往生。什么叫做信愿呢？你绝对相信我念佛阿弥陀佛一定救度的，我临命中绝对舍报往生，我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西方面见佛陀，能够花开见佛，这是我最大的期待、最大的愿望。所以念佛法门跟众生有这么密切、息息相关的真实问题，我们了解到说，佛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一切念佛的众生啊！佛大慈大悲，把门槛降到最低，让所有的众生都有希望，人人一称念，大家都可以往生。我就跟大众来分享，阿弥陀佛。